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3号。这一期啊，咱们还是聊一聊消费啊，聊一聊跟经济相关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边是工厂的机器越转越快，仓库堆得满满当当，超市里的商品摆到过道都走不动人，也就是琳琅满目，商品极大丰富，电商平台一键下单，第二天就送到。同时很多人却捂紧了钱包，不是不想花，是不敢花。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东西越造越多，消费却跟不上，消费低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叫从吃不饱到卖不动，读懂中国经济的逆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他这个文章试图解释为什么东西是越来越丰富，但是大家却越来越不愿意消费。这个是怪谁呢？是怪咱们生产能力过于强大，还是怪咱们太不敢花钱？作者说都不是，说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掰扯清楚，用最低接地气的话，他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叫逆马尔萨斯陷阱的经济现象。那什么叫马尔萨斯陷阱呢？他说几百年前的农业社会，老百姓全靠土地吃饭，一亩地能打多少粮，老天爷说了算，风调雨顺，顶多多个3-5斗嘛，那是大丰收。遇上旱涝，全家就得勒紧裤腰带。土地产量的增长是线性的，就像走路一步一个脚印，急不来。他这个意思就是农业社会受这个生产条件、生产力的制约，你这个产能很难提升，就是突然提升，它也只能慢慢的，对吧？随着你的技术，随着你的这种土地的开垦等等吧，产量是慢慢上。但人口增长不是线性的，说只要不打仗、不闹瘟疫，老百姓就敢生，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生到养不起为止。人口的增长是指数级的，像滚雪球，越滚越快。一边是粮食慢慢增产，一边是人口猛增，那必然会导致粮食不够吃。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农业社会里有限的资源养不起越来越多的人，历史上那些饥荒、战乱、瘟疫，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陷阱反复发作的症状。马尔萨斯当年断言说人类永远逃不出这个循环，可他没想到工业革命来了，机器取代人力，工厂取代农田，生产力像做了火箭，人类不再只靠老天爷赏饭，再也不怕地里刨食刨不出活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直接从吃不饱干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货架上应有尽有，仓库里堆积如山。咱们彻底跳出了那个不够吃的坑。遗憾的是我们跳出了一个坑，但是同时又掉进另一个坑。跳出一个坑不代表万事大吉，现在困扰我们的不是东西太少买不着，而是东西太多卖不掉。这确实这样你看看那个新能源汽车呼呼的往出造，就这个产能还是憋着的如果开足马力生产，你想想什么情况？就现在这样，对吧？很多新能源汽车到处停在那个什么荒草地里面，停在那个烂尾楼里面。工厂造得出全世界1半的钢铁，7成的空调，8成的手机，却发愁库存压得喘不过气。农民种得出优质水果，粮食却愁销路、愁价格。电商平台天天搞大促，发100亿补贴，就盼着咱们多下一单。而消费者呢，工资是涨了点，但房贷要还，孩子要补课，父母要看病，哪一样不是吞金兽？存折上那点钱得精打细算，能省则省。最近这个绿皮火车都能火，足能说明问题一边是供给像洪水一样涌来，一边是需求像挤牙膏一样吃力，这就是逆马尔萨斯陷阱，就是生产过剩，消费不畅。它的本质不是活不下去，而是卖不出去，不是资源不足难以供养，而是供给极大充裕，有效需求不足。马尔萨斯陷阱是吃不饱的深层危机，逆马尔萨斯陷阱是卖不动的发展烦恼。一个在农业社会，一个在工业成熟期，一个愁太少，一个愁太多。这文章说4个刹车刹住了中国人的消费。他说问题是咱们手里不是没有钱，202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万多元，比6年前多了4成。那为什么消费还是跑不赢生产？为什么恩格尔系数，也就是花在吃上的钱占总支出的比例甚至比2019年还高？说到这个，我也得插一句就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读到的是那些什么政治课本上面提到外国人，也就是恩格尔系数当时我不知道那叫恩格尔系数，搞不清。但是
是只说那个外国人呢，说吃饭只占他们10%，就是消费啊，一个家庭花在吃饭的钱只占他家庭花费的10%。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他们家把其他钱花哪儿了呢？花在旅游，花在学习、服装、出行，就买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就是已经突破了我们的这个认知。我们当时就认为家庭收入99%用在吃上面。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个农民家里可能拿不出50块钱，这所有的收入都是为了维持一个温饱。所以一说到这个外国人居然只花10%、20%在吃上面，所以就超出了想象，没法理解啊！贫穷限制了想象，干啥能花那么多钱？还有什么比吃更重要的吗？我们接着看这文章啊，他说4个刹车，一个比一个沉。第一个刹车，钱没流到普通人手里。这些年 GDP 翻着跟头涨，企业利润也水涨船高，但普通人的工资涨了多少？你随便问几个打工的，大多会摇头。一家工厂过去赚100万，工人人均薪资5000元，现在赚200万，工人人均薪资6000元。老板换车换房，工人只敢多加个鸡蛋。这不是个别的，财富分配像个哑铃，两头大中间细，少数人拿走了大部分增量，多数人分到了那杯羹，温饱有余，潇洒不足啊。这个说的是分配啊。第二个刹车呢，不敢花得存钱，这才是最要命的。说咱们中国人呢，不是天生抠门，是真的不敢花。你看看头顶那几座大山，房子掏空6个钱包凑首付，往后30年每个月工资还没捂热就进了银行账户，这是还那个按揭贷款啊。孩子从奶粉到补习班，从学区房到留学中介，这个吞金兽没有上限。从奶粉，这孩子是从怀孕开始，从备孕开始好吗？从奶粉开始那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老人父母年纪大了，一场大病能让你几年的积蓄清零，自己社保是交了，可退休后够不够花谁也说不准。存钱并不是贪心，是怕失业，怕生病，怕老无所依，手里的钱那就是定心丸，哪敢随随便便掏出去。第三个刹车，能花钱的人越来越少了。谁最爱消费？年轻人。年轻人愿意为新款手机熬夜排队，愿意为了打卡网红店跨半个城市，愿意尝试滑雪、露营、剧本杀。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生育率跌破警戒线，00后人口比90后少了4000多万。剩下的年轻人呢，背着房贷，养着娃，别说消费升级，能维持不降级就不错了。老年人倒是越来越多，可他们从苦日子走过来，1块钱恨不得掰2半花，存折上的数字涨1毛，比买件新衣服还高兴。第4个刹车，想买的买不着，不想买的堆成山。咱们产能过剩是啥？衣服、鞋子、冰箱、彩电、洗衣机、汽车，这些东西家家户户都有了，换代的动力也不强。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东西呢？好的养老院排队3年进不去，靠谱的托儿所比上大学还贵，专家号挂不上，社区医院不放心，周末想带孩子出去玩，除了商场还是商场，一面是仓库爆仓，一面是需求憋着没处释放。这不是没有钱，是钱没地方花。他说的这个4个刹车啊，说实话，4个刹车吧，说的还是比较有理的，是客观现象。但是不是只有4个刹车？是不是还有5个刹车、6个刹车？那这个就另当别论了。他是作者说啊，那怎么办呢？怎么从生产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呢？作者认为有3剂药方。说了这么多问题，不是要唱衰，恰恰相反，逆马尔萨斯陷阱不是死局，是工业化走到后半程的必答题。答对了就是更高水平的发展。怎么答？说3剂药方就是3招啊，3板斧。第一板斧，增收富民，让老百姓有钱花。钱从哪儿来？不能只靠损，得靠挣钱。这个招是对的吧？对症下药嘛，让老百姓有钱他才敢花呀。要让企业利润往员工这边分一分，别全拿去扩产能。减税降费是真招，稳就业是真招，提高最低工资也是真招。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每涨1块钱，消费的乘数效应比富人高得多。还要打通城乡区域的壁垒，让打工的能留下来，让种地的能赚到钱。共同富裕不是分蛋糕，是把蛋糕做得更大，切得更匀。第二板斧，稳预期，让老百姓敢花钱。存钱是因为害怕，消除害怕，钱自然流动起来。说房子坚持房住不炒，让年轻人不用一辈子给银行打工。教育打击天价补习班，让育儿成本降下来。医疗以保报销范围再大一点。异地结婚再顺
一点，别让病不起成为心病，养老账户透明一点，预期稳定一点，别让中年人一边养孩子一边愁自己老了怎么办，后顾之忧少了，存折上的死钱才会变成市场里的活水。第三计，优供给，让老百姓有钱花，有处花，就是有花钱的地方，别老盯着服装厂、家电厂投钱，早过剩了，钱往哪儿投？社区养老、普惠托育、县级医院、城市绿地、口袋公园、乡村民宿、老年大学、心理健康，这些老百姓真正缺的是供给的短板，也是未来的增长点。谁能把服务做到心坎上，谁就能从过剩的泥潭里爬出来。文章说的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它并不是全部，就他所说的这东西没毛病，也就是咱们说的，就是这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啊，这个大家搞清楚，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他说的都没毛病，但是这些解决了就行了吗？不对。最后文章说啊，他说马尔萨斯陷阱教会我们怎么活下去，逆马尔萨斯陷阱逼着我们学会活得好。过去40年咱们把中国制造做到了极致，接下来要把中国消费做起来，不是生产不重要，是只生产不消费，机器迟早停转，不是勤俭不对，是不敢花钱的社会没法实现良性循环。这个转型注定不会轻松，但方向是明的，让增长的果实落到每一个普通人手里。什么时候咱们不用为房贷失眠，不用为老人生病四处借钱，不用为孩子上学拖变关系，不用为自己的晚年提心吊胆，那时候逆马尔萨斯陷阱是真正成了历史名词。说这一天会有多久？这一天要等很长时间。我来谈谈我对这个文章的看法啊，它这个标题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从吃不饱到卖不动，从物资极度匮乏短缺到现在啊，咱们也不说极度过剩啊，那肯定是相当过剩。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恰巧啊，我今天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它有个评论，它这文章还挺长的，我简单介绍一下，正好跟这个文章啊有某种似乎有契合之处。它这个文章是发在《华尔街日报》，作者格雷格·伊普，他是《华尔街日报》的首席评论员。他的标题叫什么呢？他说为何经济指标向好，但美国家庭感觉很差？原因是经济回报流向了资本而非劳动力。你看看，对吧？这两个文章是不是有一点这个似乎看到问题的本质有点像吧？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 GDP 5%增长，年年都是这么多，这几年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牛马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体感比较差呢？没有感觉到这个经济蒸蒸日上。大家也知道啊，5%的增速在全世界啊那算高的，千万不要小看这5%啊。现在也只有几个新兴的经济体说比我们高，比如越南，但是那体量小啊，我们体量这么大，还有5%的增长。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牛马感受不到幸福？实际上，《华尔街日报》它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指标都向好，股市也涨，对吧？气质化、高科技。文章给的答案很简单啊，因为经济回报、经济增长的部分呢，都是资本享受更多，流向了资本，而不是流向了这个996牛马韭菜。就这个意思。他说，1985年 IBM 是美国市值最高、利润最丰厚的公司之一，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雇主之一，员工接近40万人。如今英伟达的市值是当年 IBM 20倍，也就是它是通过换算了考虑到通胀什么乱七八糟一算，那么英伟达跟 IBM 比20倍，利润是英伟达的5倍，但员工人数只有 IBM 的1/10，也就是只有4万人。也就是说那个更多的钱被英伟达赚走了，但是他只养活4万人，他英伟达再好沾光的就这4万人。我们简单的理解IBM 再怎么样，人家沾光的是40万人。这个就是我以前的节目也经常说的你比如搞大基建，你在10年前搞大基建就是对的，或者20年前的吧，你玩命的搞大基建，你比如说这个工程要1个亿，你这个1个亿下去，差不多有4000万是给了农民工，因为那个时候人多机器少对吧？设备少就上人，那你这1个亿的工程，你不管怎么花，怎么造的了，好歹4000万是发给农民工了，那农民工拿到钱，是不是这个 IBM 的这个例子就一样了？而你现在1个亿的工程你要不了几个工人，因为都是机械，所以你玩命的投工程，你就发现只有 GDP 涨了，其他的还有婆罗门赚钱了，农民工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要的少了，这里面恐怕只有几百万流到农民工身上这个例子是一样的他说这一简单的对比揭示出当今经济的一个深层现实，经济回报正越来越多的流向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疫情以来，公司利润大幅飙升，资本市场给予这些利润的估值更高，结果是企
企业股东和少数明星员工成为赢家，而普通劳动者的收益仅有微弱的增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种分化，有助于解释为何美国经济表现强劲，而家庭却普遍感到悲观。这一趋势也将在未来经济走向中发挥巨大影响。随着资本市场迅猛积聚，市场波动对消费支出影响日益显著。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可能将更多的经济产出导向资本而非劳动，也就是人工智能越发展，劳动力需求就越少，要裁员。最近这个甲骨文什么亚马逊都是疯狂裁员。在裁员上升、职位空缺下降，尤其是那些面临 AI 取代风险的专业岗位的背景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突破5万点，为从工厂开始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经济中的新增价值，例如一家制造商创造的增加值是其销售额减去零部件和原材料等投入成本，这个增加值接着被分配给劳动者，工资与福利，资本方利润与利息，还有一部分用于资产折旧，即用于替换老化和淘汰自然的成本。事实上，资本从劳动者手中夺走经济收益的趋势已持续了近40多年。1980年，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 58%， 到了去年第三季度，这一比例已降至 51%， 而利润的占比则从 7% 上升至 11.7%。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会衰落与外包扩张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与此同时，资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企业不再侧重投资耐用厂房和设备，而是更多投向需要频繁更新的计算机设备、软件和知识产权。此外，还有自动化的影响，最早体现在制造业中，机器人和计算机逐步取代工人。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指出，1980年工厂中的增加值有 66% 分配给工人，到了2000年代，这一比例降至 45%， 这提升了制造业生产率，也让消费者享受了更便宜的商品。但曾有望获得高薪工厂工作的工人被迫从事低薪工作。这个叫雷斯特雷波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隆·阿西莫戈鲁联合研究指出他得出个结论什么结论呢？1987年至2016年期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有一半可归因于自动化、大科技公司的崛起。疫情期间，由于劳动力短缺，企业竞争竞相加薪，一度让工人处于上风，但价格几乎与工资同步上涨，利润在初期受挫后迅速反弹，创下新高。自2019年疫情爆发以来，他说工人总体上仅勉强跟上了通胀，扣除通胀后说平均时薪上涨 3%， 总薪酬增长 8%， 相比之下，企业利润则飙升了 43%， 也就是你看钱谁赚去了，并没有同步增长，对吧？说去年工资表现尚可，但利润表现更佳。上周科技巨头强劲的财报推动标普500利润率升至至少自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利润增长再乘以更高的市盈率，造就了飙升的股市。目前说这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科技巨头正向数据中心投入数千亿美元，已不再是华尔街跟眼中的那种稳赚不赔的现金奶牛。这些投资或许永远不会带来理想的回报，但长期而言，关键在于客户如何利用这些数据中心运行的 AI 模型。他说这可能导致整个大型企业被更轻资产的初创公司取代，而不是单个岗位被淘汰。也就是这个专家预测随着企业将 AI 融入日常运营，与工厂几十年前的情形类似，营收中分配给劳动的比例将继续减少。过去蓝领工人的工资因此受损，如今白领也可能被 AI 取代，面临同样的命运。当然，仍然会有赢家。雷斯特雷波指出从事需要社交技能、贴近服务或体力劳动的工作者以及消费者都将受益，而最大的赢家将是股东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讲的是美国那它的经济增长利润更多的是分向了资本，而这个牛马实际上没有占到什么好处。而且接下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大面积推广，牛马反而要失去岗位。那么结合到咱们对吧，中国，所以问题有相似之处。随着技术发展、科技的进步，资本对吧，它是赚的更多，而牛马分得更少，而牛马还面临着失业，牛马的岗位越来越少。但是无论是刚才的那篇文章，从吃不饱到卖不动，还是再到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他们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他们都不能揭示咱们中国经济的一个全貌。中国的消费不振，首先是我们整个国家
劳动收入占 GDP 比重一直不高。这个一直不高的原因当然是分配，但是这个分配的根本矛盾啊，主要矛盾不是资本和牛马之间的，而是大头和小头、集体和个人，对吧？国家与韭菜之间的分配，这第一刀它已经就不平衡了。大头分得的太多，剩下的部分才是资本和牛马之间分配。所以如果你要不看到这个问题，你不抓住这个问题，那你找不到答案。一块蛋糕不管它做的多大，那里面最大的一部分被大头分走了，剩下的一点你说分得再均分得再匀又能怎么样啊？如果这个时候你苛求资本，对吧？你要求资本要多发工资，他少赚一点，那你只会导致杀鸡取卵，这个企业它干不下去了。民营企业对不对？你让他提高牛马的工资可以，他一提高，要么他就赚的少，要么就是他的产品价格高了，没有竞争力，他要关门。你说现在大街上餐馆本来就在低价竞争，你让餐馆说你给你们的服务员厨师都加薪，这餐馆立马二话不说明天就关门算了，对吧？我举的例子比较简单啊，这样别人理解，实际上这就会导致杀鸡取卵。你不仅你加薪没加成，你工作岗位都没了，但是牛马的收入低，这就是现实事实情况。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实际上这些咱们的民营企业资本它日子也不好过，所以这个不光是税收这一块，不光是什么减税免费免税，你刚开始这一刀叫少切，这一刀少切怎么少切呢？有的人就说国家并没有拿走多少啊，那增值税无非就是这些税，这些税哪个国家都有啊，你错了。这就好比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吧？咱们庞大的央企国企，他们从事垄断行业，利润肥厚，他们先赚走了，留下的那些，对吧？利润率低的、风险大的，你民营企业去干。你以工程为例吧，所有的重大工程，那都是央企国企层层扒皮，最后才到你这个民营企业去干。当然这个也有历史原因，对吧？不管什么原因吧，总之这些央企转包，转包给自己子公司，子公司再转包其他的央企，他每转包一次，它中间就扒一层皮，它留利润。1个亿的工程，最后到下面真正的施工方，真正干活的，他只能拿1000万，不就这个意思吗？层层扒皮，养活了这些央企国企。再比如烟草，它是垄断；再比如石油垄断，电信垄断。他通过国企垄断，他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我们退一步说吧，就是好，央企国企还有税收，对吧？大头切走了更多，他是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手段、不同的途径，他把这个蛋糕切走了更多，那也行。如果这个切走的蛋糕用来改善民生，对吧？用来提高大家的这个退休的待遇，提高大家的医疗，这也可以，甚至对吧？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这也行。比如说刚才说的养老院，刚才说的幼儿园，这种普惠型的养老院或者幼儿园，那都是国家应该做的。如果你把钱花在这儿也可以，但是大量的钱被浪费了。首先是不明不白的就进了婆罗门的口袋，甚至直接的吧被贪污了，还有大量的浪费，所以就有了这个广场上的反生椰子树，就有到处都有的这个老干部疗养中心，就有这个各种马路修好了再刨开，刨开了再修，永远修不完，永远修不好，就有河道里面贴瓷砖，造成大量浪费就有各种重大的宏大的工程，大山里面的各种大桥、各种高速公路，它有经济效益吗？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它连赚的钱连维护费都够呛，就不要说这个银行的贷款利息。这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分配，你把这个问题不处理好，你上来就说资本和牛马之间，现在资本和牛马之间就是在咱们这儿那是次要矛盾。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提倡市场化。什么叫市场化呢？就是把该放开的全部要放开，对吧？有个别行业个别部门说太重要，而且民营企业不愿意干，傻大黑粗，对吧？又没什么好处，又没有什么利润，民营企业不愿意干，那你说没办法，国家来干，剩下的所有的行业都应该放开。一放开之后呢，市场化。你比如养老就提倡市场化，你不要搞那么多层层审批对吧？给予这个条件不管，我只管规章制度，政府不要参与，但凡政府一参与，这事完了，好不了。让市场充分竞争。刚才文章说的有钱没地方花，为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汽车、冰箱、洗衣机已经饱和了，大家都有了，不愿意再买。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养老服务，这些服务那个服务，那行，那为什么市场没有呢？大家记住了，只要有这个需求，市场上没人供应，那只能说明这个是被政府垄断了，那政府不让别人提供。否则的话你只要有买，那一定有人卖一定有人想办法满足你的需求。比如养老，那为什么按理来说现在老龄化养老院应该全国各地到处都有，都是私人资本投资，对吧？我就开个养老院，现在烂尾楼那么多，对吧？或者是盖好的房子卖不掉的太多了，我包2栋楼，我
包3栋楼，我就租下来，然后我就搞养老院，我请一些人，你看这个模式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没人干？你想一想啊，一边有需求，一边也有条件，也有资本，但是没人干，那只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中间有环节打不通。你要干层层审批，民政局那边不同意，消防这边再来给你卡一下，到处给你卡一卡，搞不下去了，不就这意思吗？管太多，对吧？你要充分放开。我这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要记住了，有这样的商机，对吧？有这样的需求，但是没有资本去满足，那一定是中间有看不见的鸿沟。这个看不见的鸿沟就是挡住了资本。第三个啊，从吃不饱到卖不动，文章的作者啊，他没有仔细去想这个问题。吃不饱是怎么造成的？政府。卖不动谁造成的？又是政府。实际上是政府这个有形的大手，他是在搞这个计划经济导致的。仔细想一想吧，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吃不饱，什么原因啊？你怪老天爷是吗？你怪生产力是吗？你是怪政策乱来？那你现在卖不动，你看一看是不是政策乱来？比如新能源汽车，咱们经常聊，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卖不动，还是各个地方，对吧？各自为政，盲目上马，就连那些已经被市场淘汰的破产的新能源汽车，它居然改头换面之后，它又重新二番战，它复活，卖不动，谁导致的？还是政府。所以问题出在哪儿？第四个啊，最终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出在认知上面。最终的啊，我们所有人，如果你认知跟不上，思想不解放，对吧？我们还停留在上世纪那个思想里面，即便你暂时取得了一些成就，市场经济，那很快啊就到了瓶颈，没有办法突破。思想不解放，对吧？如果人总有枷锁有束缚，你也谈不上创新，你也只能搞那种山寨模仿，没有创新。而现在这个社会，对吧？如果你要竞争的话，没有创新，没有科技，没有硬科技，那我们只靠我们自己消费是没有用的。因为本质上我们是，就说来说去，我们还是物资匮乏，我们没有这个高品位的矿，对吧？我们的耕地有限，我们也没有好的海洋资源，我们人口还多，我们并不风调雨顺。如果关起门来自己消费就能成为一个大国，我觉得这不可能，你只会越吃越穷。所以我们第一阶段是生产制造，变成一个制造业大国。那接下来你就要通过科技啊创新，变成科技大国。制造大国你可以通过模仿，通过弯道超车，别人这么做我也这么做，我可以叫逆向工程，我可以做到，或者部分做到，80%、90%能做到，这是制造业。但是科技这个就不行了，对，你要实现0到1的突破，那这种必须依赖于思想解放，对吧？你连说过话都不敢说，都害怕说错了，别人找你麻烦，你还有什么创新啊？你要能生产出来的东西，全世界都疯狂的要跟着来买，而不是你强塞给人家，通过低价卖给人家，对吧？这就是科技。要到这一步，那必须要迈过这个思想，对吧？这种对思想的禁锢，如果迈不出这一步，实际上你也达不到那个什么科技创新啊，你永远是复制和山寨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供大家参考。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